最近的温度拢有够低，就算无出门，同款的感受到讲，哇，阵阵的冷风一直吹来，像安尼要安怎，互咱的身躯会较温暖，会较烧热咧。其实中医师伫临床上都有7个穴位、穴道，包括肚脐、丹田等等。中医师嘛建议讲透过一寡辅助物件，像讲暖包啦，用豆仔炒好烧，啊是讲直接用吹风机去吹，咱的身躯会加真温暖。 汗流一泡接一泡，若是孤单寂寞，感觉真冷，家己嘛会使顾穴道变温暖。肚脐这个地方啊，中医的穴道叫神阙。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告诉我们，睡觉在这个地方需要保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风最容易进去的。中医讲的风就是风邪，有害的东西。甲身体这7个穴位顾好，就袂寒甲皮皮喘。唔仅是人脉的肾俞穴，佮有丹田的关元穴，佮有肚脉的面纹肾俞大椎穴。另外就是脚底的涌泉穴和脚肚的足三里穴。针对这7个穴位做保暖，会使甲体内的烧气流掉咧。用暖包，或是用热水袋，甚至用一些豆类炒一炒，炒热，然后装在里面。 然后去接触这个穴道的地方。当然还有一个更方便的方法，就是用那个吹风机。真正足寒，医师嘛提醒，早起起床了，爱记得穿较保暖的衫裤，甲体内热能保留。厝内是大人，若是有心血管的疾病，就要更加注意这讲变突变的天气。